欢喜学台语，真好气阿嬷。今日要来讲38篇主题观世音菩萨观音妈。伫个民国78年，新北市石亭山顶华梵大学创办人晓云大道师，教个教育精神理念，伊有一幅风云生信心，这幅意境的图伫纪念馆。伊伫个自然院佛学所大厅供奉一尊白玉观音，这尊观世音相貌庄严无对比，观世音梵音海潮音，伊慈悲救苦芸芸众生，伊坐伫莲花台悬顶，两边耳仔长长长，个耳珠高高高，目眉目睭中有一粒红的肉痣，伊拢定定听众生的祈求，千处祈求千处现，观音大士遍覆3000大千世界，杨枝甘露净水遍洒十方，苦海度未尽，32应变化身，12台湾摄风侵，当信是不可思议。刷落来，咱要来讲小解桃园市政府文化局1100年11月出版一本《台湾为神仙》，这本绘本故事有记载有名的古迹，观音的甘泉寺、龟山寿山岩观音寺，阁有2个观音的景点。这本绘本故事的内容真丰富，嘛真精彩，阁有导览解说台语版的、华语版的、英语版的，真适合大小朋友借转去看，会当了解到观音菩萨的因缘。刷落来，咱要来桃园的莲社外口入门者有4大天王，4大天王，第一东方持国天王，第2南方净众天王，第3西方广目天王，第4北方多闻天王，阁有2尊的韦陀菩萨，以及伽蓝菩萨圣尊、密勒大菩萨伫遐咧迎接。4大天王护持着三宝诸菩萨以及人民的现金财富，观音妈真厉害哦！佫会知影因缘果报，劝世间人种善因得善果，种恶因得恶果。现今的社会科技先进，真侪人利用职务手段来诈骗、洗钱、贪污，即款的果报，即世行无了，后世继续行，佫会得到制裁。观音妈佫厉害，就是伊的心经甲大悲咒，持愈侪遍，会当收惊，佫会当互囡仔啉落，人轻松平安。大家爱祷告、修持、忏悔、感恩，多谢努力。